大家好啊！波仔今次嘅主題呢，仍然係圍繞住意大利嘅。呢一集我就想帶大家去到意大利維琴察嘅北面，一個叫格魯莫洛德勒阿巴德塞嘅城鎮，探望一位音響界嘅老前輩。咁呢位老人家呢，係屬於意大利當今其中一位教青功夫極為了得嘅殿堂級音響設計達人。佢就係 Parphos Acoustic 嘅始創人之一 Gaetano Sannini 先生啦。進入樓高2層嘅 Parphos Acoustic 總壇 ，Gaetano Sannini 先生立即帶我哋參觀佢嘅私人工作室。呢度當然擺放咗唔少 Parphos 嘅現行型號產品啦，包括今年維也納高級音響展都有曝光。不過機身呢，就改咗為白色嘅 Impo 2 Mark II， 仲有機入邊用咗唔同品種變壓器，整體製作令人歎為觀止嘅 Impo Legacy 合併鋼金機，仲有 Oppo 膽輸出解碼器。咁至於試音室呢，陣容呢就頗為精簡嘅。咁主要呢就用咗一部造型前衛嘅 Sennheiser 真空管旗艦前級，配合 Oppo 嘅解碼器啦，同埋一對200瓦輸出嘅 Impo Diamond 單聲道後級，推動一對老人家秘製高音同埋中音聲箱採用 3D 打印方式生產嘅坐地揚聲器。除咗高清串流參考音源，仲包括咗3部產自唔同年代開卷式錄音機。咁另一邊呢，就有 Parphos 嘅經典傑作 Endorphin CD。咁響試音室嘅門口呢，就擺咗一對身高超過2.1米，採用3路8單元設計嘅 Frontier Legacy 坐地揚聲器。由而家開始呢，負責線路設計嘅 Damiano Sannini 先生呢，就將會帶領我哋進入 Parphos Acoustic 嘅生產重地。相比大企業流水作業嘅生產線，呢度嘅員工數目呢就並唔算多，大家分工合作，各自堅守自己嘅崗位。好似呢位女工程師咁啦，佢主要呢就負責安裝各種電子零件，所有嘅內部接線呢，響組裝之前都會交由師傅逐一測試嘅。至於呢位師傅呢，就處理機殼同埋安裝插座。另外仲有一位師傅呢，就負責打磨機身各部件同埋散熱器。完成組裝嘅線路板就要交俾另一位師傅進行全面嘅檢測。測試 OK 嘅線路板呢，就可以裝到機殼，然後煲佢至少24小時。再進行第2次總檢，確保一切操作正常，就可以打包出廠啦。And this is not a power transformer. This is an inductor. We can usually call electronic spring because it's a sort of spring that they charge in energy together with the MOSFET. 雖然 Gaetano Sannini 先生已經100年紀，不過佢仍然非常勤力，身體力行，唔單止每日都準時返工，邊個部門唔夠人手做嘢呢，佢就會主動埋去幫手。參觀完 Parphos Acoustic 嘅生產重地，本以為今次嘅 Factory Tour 已經過一段落，但原來響廠房嘅1樓呢，仲有一間面積十分龐大嘅原料加工車間。負責主理嘅就係 Damiano 嘅親生兄弟 Luca Sannini 先生。喺呢間 workshop 入面呢， Luca 主要負責金屬同埋木材加工，機殼噴油同埋散熱器切割，亦都係佢嘅強項。唔講你未必知，原來 Parphos Acoustic 器材所採用嘅實木面板、金屬遙控器同埋散熱器，每一件都係由 Luca 負責處理。Luca 唔淨止擅長 CNC 操作，
而且完全掌握各類物料嘅特性。例如鋁合金遙控器需要採用包含邊一種金屬成分嘅噴油，先至可以加強耐用性，防止刮花。問佢啦。相比投靠外援嘅策略，自家生產所有部件嘅好處呢，就係質量更加容易控制，唔會受制於供應商。不過唯一唔好地方呢，就係生產成本亦會隨之上漲。除咗先前提及嘅重型生產工具，呢間 workshop 仲有埋界床、自動車床、大型油壓床同埋沙帶機，基本上要生產邊類型嘅音響器材都冇乜大問題。波仔今次嘅 Powerfox Acoustic 工廠巡禮又暫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對 Powerfox Acoustic 嘅器材有興趣，歡迎親臨旺角有成商業中心11樓輝煌影音選購。請大家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頻道，多謝支持。